本片由双子星有线电视赞助播出。嗨，安，欢迎来到17日志。你会不会饿啊？超级饿的。那我们要吃什么啊？吃卤肉饭好了哈，好吧？好，好啊。因为我们很饿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只吃一家，那我们多吃个几家。好，我们第一家就去吃昆山旁边，就是我们学校旁边很有名的那个阿明食堂。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卤肉饭啊，卤肉饭、鸭肉饭啊，它还有一个何首乌汤，还不错喝。OK， 那我们就走吧。肥肉的，就是吃起来甜甜的，然后不会太咸。卤肉还是怕太咸太油，不会。我在念书4年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钱2次不太行。你要吃点你要吃甜的东西再吃。好，它这个肥瘦都刚好，然后不会让你说太肥啊，然后也不会说都是瘦肉的地方，啊，就是吃起来甜甜的，很好吃。这间是叫广仔之鱼丸，然后它的那间的肥的好像比较多一点，你看。这边的肥的好像比较多，我看它这个一碗才15块，非常的便宜。然后再来就是它这个是虾丸汤，这一碗才35，有5颗虾丸，然后还有油条啊，然后这个是韭菜花，不，这是韭菜，不是韭菜花，是韭菜花，对，感觉不错哎。好，那我先这个还很烫，我先吃饭。对，我觉得它的肥肉虽然很多，但是不会到很腻，对，然后不会就是没有到阿明那么甜，算刚刚好。但是我觉得味道比阿明还要淡一点，味道比阿明还要淡一点，就是就像刚自己说的，没有到特别甜，但是也没有到特别咸，就是还是不错吃啊。嘿，我们现在休息，吃太饱了，可以去买有的已经吃不下了，那不是我啊，不是我，吃2碗卤肉饭。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吃1碗这样。所以说吃一下的是我吗？对，吃不下。对啊。可是那2碗我自己吃是可以的。那这样太饱了，等一下休息一下，等一下是吃另一间，那间很有名，对。等一下再揭晓 ，OK。因为我们要吃的地方很有名，还没有开，所以我们要去别间。好，那我就先看一下，我就先找一下什么店可以去。看这卤肉饭，这卤肉饭还有一个很让我觉得不错的地方是，它有香菜，太棒了。我是还蛮喜欢吃香菜的，但是有些人不喜欢。然后你看它的肥瘦，其实瘦肉占比较多，但是我还没吃啊，但是应该会不错吃，因为它这个酱看起来比较香一点。我先吃一口。很有我小时候在旁边卤肉饭的味道，真的。然后配上它这个香菜，很好吃。那我们重头戏呢？这个是海鲜店一定要点的。这还没介绍这间店，这叫阿俊式大卤面。来，点这个松板猪，太好吃。你有什么心得吗？它的酱很甜，然后这个松板猪就是很有嚼劲，就吃起来不会腻。对，它毕竟它本身不是肥，它本来就是瘦肉，它沾点这个酱。要吃吗？啊？太饱，还有人吃饱。然后还有，它卤肉饭可以加蛋。这是什么？就是
铁蛋吗？大铁蛋。哇，太好买了吧！对啊，我来，我看一看。我最喜欢就是这种卤到发黑的，最好吃最香。对鱼丸汤有什么感想？我觉得它的鱼丸比较硬一点，但是它的肉就是你咬下去不慢，它的肉是那种比较扎实。比较饱满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软一点，软一点。但是这个也汤那间，这个也好吃。看它汤呢？汤就哦，还好。哎，摄影师，帮我帮你拍，弄你露面。点了一个热的金桔柠檬金桔茶，好吃吗？味道不错哈，很像去我家附近吃那个。我在你家吃过那个。哎，对啊，你去我家只吃过鸡肉饭。好像香菜怎么样？香菜我觉得就是一点口感吧，然后整片口感。很香。我是觉得它这个铁蛋真的很赞，然后还有这个松板猪啦，对，鱼丸汤感觉也不错喝。推荐。对，推荐的是这个，最推的，对，最推的是这个松板猪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吃，大家拜拜。哎，今天吃的好撑哦。对啊，吃了3间当然真了。那这3间你们最喜欢哪一间呢？最喜欢的是第2间，因为它的那个卤肉饭，它的肉肥瘦刚刚好，然后又吃起来不会到太黏太黏。然后它的那个虾丸汤，它的虾丸真的是超 Q 超软的，最喜欢。我也是喜欢第2间，也是原因也是虾丸汤，就是我其实蛮喜欢吃丸子类的东西，那它刚好是 Q 弹，然后又脆，对。然后阿敏就是有点太甜，然后那个刚吃的那家就是味道比较没有那么够，对。但是重点是那家有那个松板猪可以吃。我也喜欢那一间呢。好，那就今天就先这样吧。跟大家说拜拜喽。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